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南投草屯一个75岁农民去做事，可能上过热，伫田林昏倒，方发现的时已经无喘气，送病院嘛救无回来。昨暗10点外，新北市中和路一个人空挂熊熊爆炸，造成附近1500户失电。台电表示，讲是电缆接头故障。英国 BBC 表讲，中国的侦察气球嘛捌飞过台湾甲日本的空隙，也毋过咱的国防部是认为应该只是一般的气象气球。先开始来看天气愈来愈热哦，民众就爱特别注意热伤害。南投草屯有一个75岁姓陈的老大人，25去田林做事咯，要食豆啊，搁还袂回去。厝里的人就去田林找人，也毋过哦，看到人已经昏倒伫涂骹咯，嘛无喘气，送病院去救。落尾嘛是救无回来。救护车赶去现场，紧甲伤患送去急诊室，但是75岁姓陈的老人送病院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经过急救，有关是救袂回来。我们停好汽车，大概还要200公尺的徒步距离才能够接触到该名患者。那患者的位置是暴露在大太阳底下，已经有一点时间了，所以他身上有明显的大面积水泡，大约等同2度的烧灼伤。检方验过，确认老人的死因是热衰竭。南投草屯这个姓陈的老人，6月25日透早就去园林种菜，但是一直到要中昼的时，拢无返去厝。家属找袂到人，赶紧去菜园，才发现伊已经倒伫田花边，无生命现象。医师表示，最近天气烧热，日头赤炎炎的时阵做工课，水分甲盐分拢会流失，造成热伤害。他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心肺衰竭倒在田里面。那因为都没有人发现，再加上太阳曝晒，所以造成体表面积的那个灼伤、烫伤的情形。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统计，前2冬6月因为热伤害来看医生的人，2021年有238人次，2022年有280人次，但是今年一直到6月26，已经有436人次，创下最近3冬来上悬的纪录。医师表示，接看到的热伤害有慢惊、昏气，也有热衰竭，老人、家囡仔，也有慢性病的患者是高危险的族群，所以除了注意气温的变化以外，民众也要避免伫透中昼的时阵出门。风拍也有补充够价的水分甲电解质，才会当避免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的中和，伫昨暗10点外，中和路一个人空挂熊熊爆炸，有民众拄好桥倒摆经过，行一条，结果累残哦。这意外嘛造成附近15户失电。台电检测是表示讲管线无问题，可能是电缆的接头故障，造成气体压力升悬，人空挂接不开。路中突然间出现一道闪光，尾啊嘣一声真大声，就开始一直呛烟。驶过车拢赶紧动来，有一个桥倒摆经过的人无顺利跋倒。这个30几岁姓张桥倒摆查甫人，拄摔倒的时阵拢无法度振动，身躯顶真侪所在刺伤，被送去病院治疗，好佳在无大碍。他刚开始停电，然后结果等一下又恢复了，然后等于就是不到2秒吧。再嘣一声，又停电了，然后结果外面就很大声，然后它那个水沟盖有没有，就是喷起来。水沟盖喷掉不是变成一个空空的洞吗？那我们在10楼往下看就看得到，这样2声，我很奇怪，怎么会还有冒烟？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咧新北市中和，26暗10点外，中和路车路顶一个铁钢挂爆炸呛烟。尾啊造成电河路加太湖街附近要加1500户失电，并且加台电的人员到场检测，就惊讲有气体外漏。地下电缆的接头故障产生了火花，就会造成局限空间的空气压力，那个气体压力就出生，出生以后把人孔盖弹开。像这种爆炸的情形，高雄伫今年3月也捌发生过，因为地下电缆故障小气。造成铁钢挂规个喷气，
差一点去讲到骑倒摆经过的人，这边经过台电的检测，工厂内并无发现异常气体，初步看起来是电缆线接头故障所造成。伫抢修了30分钟内就全部恢复供电，好佳在无造成严重的伤亡。台电强调将会加强巡视维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去中国访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官员见面。华尔街日报第25个报道指出，讲美中的会谈是非常关心台湾的总统大选。中国方面嘛想要了解华府对台湾选举的立场，嘛暗示讲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政治立场，恐惊会互台海的情势愈紧张，嘛影响到台美关系。布林肯是回应强调讲，美国政府伫台湾的选举立场中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访问中国，连续见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甲外长秦刚。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总统大选是会谈中的焦点议题。中国方面官员向布林肯关心，华府对台湾大选的结果是毋是有既定利益或者是立场，也直接被问讲是毋是甲民进党看作是朋友。甚至暗示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政治立场，恐惊会加重台海关系，进一步损害美中关系。布林肯伫咧回答的时阵，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强调伫台湾选举期间将会保持中立，未做任何干预。外交部对于相关的报道没有任何评论。对此，咱方正低调。因那《华尔街日报》也报道，美台官员正伫咧讨论赖清德8月要去邦交国家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的时阵，会当过境美国，可以无受副总统身份的限制，甲其他参选人同款，了解甲美国方面的合作。不过，总统府甲赖清德办公室拢讲，目前是无任何出访的计划。中国一直认为美国在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有这么一种既定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他们也想要借布林肯到访问北京的时候呢，之一，中国因为他关切台湾内部的选举，所以他不可避免的也会希望他所希望的人当选。学者认为，中国就台湾选举的问题想要套美国的想法，就知影台湾怎么是伫咧美中关系的核心。2024次大选才是美中紧张情势上大变数。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中国的侦察气球事件造成美中关系紧张。英国的 BBC 又搁表讲，中国的侦察气球嘛伫亚洲的活动捌飞过台湾甲日本的空气。也毋过，咱国国防部是认为，这应该只是一般的气象气球。也毋过，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认为，中国利用侦察气球在进行军事扩张。国防部是强调讲，目前掌握大部分拢是气象观测，若是有威胁到台湾，一定会甲气球拍落来。中国侦察气球进前鸟震动到美中的美英间神经。外媒 BBC 节目《讲角镜》咧讲，中国侦察气球伫咧亚洲活动的新证据，包含飞过台湾，也有日本的顶悬。一粒侦察气球伫咧2021年9月初飞过日本的北平，也那台湾气象局伫咧9月底嘛有翕到2张气球飞过台湾顶悬的相片。咱咧判图是讲，认为这是一般的气象气球，毋过节目内底咧讲，这粒气球的直径、运作的宽度，看起来个亲像是飞去美国啊，有日本的侦察气球同款。那这一些具体的证据证明了，中共确实是国际麻烦制造者，完全不遵守国际规范，恣意的以军事行为、间谍行为去骚扰周边的国家。节目咧讲，中国执行的侦察气球的任务上介少还有5年，日本已经做好要甲接落来的准备。针对台湾的措施，国防部表示讲，掌握到中国的气球，大多数拢是气象的观察的用途。不过，是不是要甲接落来，国防部的立场真坚定。大部分都是由对岸的气象单位所释放的。那成都之前在金门所识获的，也都是气象观测用的气球。针对这个媒体的相关的臆测或者他们的报道，本部是没有任何评论。这个气球它对我们来讲是有威胁的，我们也研判它的确是有威胁的，我们会一力来实施这个击落跟摧毁。针对外交部长吴钊燮公开咧发话讲，澳洲派武官驻台，军方人员透露讲，这干那会当做袂使讲。
若是甲讲话就无效去。对这件代志，国防部回应讲，表示就有名的军事交流，依持平等互利，会煞咧来策动军事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本地6月30开始要实施过路线有行人，驾驶拢必须爱先停落来让人先过。有真侪人讲，这款做法一定会造成交通拍界，伤超过路。昨午相关机关开会了后，决定要取消这个政策。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维持现在，人驾车2-3公尺内，车就爱停落来让人先行。进前交通部宣布，从6月30开始，斑马线顶悬若是有人咧行，无论离远离近，拢爱先让。去用讲这是调了伤过，民众的正面甲反面的意见拢无同。老人或者什么的，他可能会走很慢，或是有人滑手机。距离3公尺，我觉得这样应该 OK 的。因为引起倒动的声浪，所以这个新制度就紧要停起来。相关单位伫26开会讨论了后，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讲，从6月30开始，若是无照规定让行人先行，安尼罚金就对3600提悬到6000块，会照期来实施。不过，此地标准估计会维持伫即马行人甲车都爱让3公尺的规定。这是从民国95年就开始实施的一个标准也没有很多的争议啊，所以大家觉得还是在起立标准是维持原来的假使讲汽车的车头，也是讲机慢车的头前链已经入来到线内，离行人要行的方向3公尺以内，安尼个达到此地标准。不止个为着莫个有这款行人地压的歹名声，各机关已经讨论过各种的可能，亲像以中央分隔岛来分做近甲远迄边来处理，不过安尼嘛是无妨采纳。主要就是近端、远端的认定可能很难一致性，所以呢，我们就认为，如果是在行进方向会有冲突点的3公尺的范围来认定，目前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就维持原来认定的标准。李克聪呼吁讲，行路的人来到路口也是斑马线的时阵，都有绝对的路权，车辆都爱先检测才有停让的空间。王国材表示讲，经过强烈的执法，赛车的人的观念已经有提升，加上罚金提悬，应该会当更加来发挥执法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中原大学副教授赵明伟针对新北市幼林园市爱困摇爱事件提供错误的资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嘛认定讲这是错误的信息。刘伟、王宏伟昨日向中原大学检举，嘛指出讲赵明伟过去捌牵涉到性骚扰的案件，要求中原大学赶紧开告评会。中原大学是表示讲，接到检举了后，就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赵明伟本人目前是无回应。中原大学生物科技系副教授赵明辉最近讲，囡仔巴比妥经验表内面出现的负号是代表零验测，被认定是不实信息。伊2月伫咧 FB 发文表示，造成社会大众的误解，感到抱歉。国民党立委王宏伟2日向中原大学具名检举赵明辉，涉及违反选罢法、社会法、吞塔专业、无责任告知。他这样的一个传播假讯息，事实上已经证明他不足以为人师表。民国104年，他甚至主动起哄，然后要脱学生的裤子，而造成学生非常大的伤害。王宏伟也表讲，赵明辉过去涉及到性骚扰案件，一个公然歧视学生，请中原大学赶紧开告评会。中原大学回应讲，也无接到王宏伟的检举资料，但正式接到检举了，将会依照校内相关的规定做适当的处理。也若打电话给赵明辉本人，伊无做回应。转接语音信箱，读成后开始计费。新北市幼儿园技术欺约案件，若力继续过招。校幼儿竞选团队2时到台北市警察局中正1分局提告赖清调查发言人陈伟山散布假消息，违反社会法。警方已经通知最近教官说明。民进党不断的用假信息、用政治的操作的方式，造成家长跟老师之间的社会冲突跟对立。那民进党身为政党的领袖，应该诚实的面对真相，负起责任。不过，新北市政府大门口最近才予人破邮册，无到2礼拜。而且，这个查甫人如果挂邮册甲银纸到新北市政府门口破，
合股的警察已经到场，解带两去派出所调查案情。针对巴比妥加苯二氮平类的复方药啊纳入管制药品管理的议题，行政院开第2次专案小组会议，表示卫福部伫咧最近将会开会讨论，也加强办理幼儿园涂药甲用药的安全演习，提升专业的智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积电要求美国政府开放半导体供应商会当申请晶片法案的补助。美国的商务部总算宣布讲，今年的秋天开始要开放申请。国发会主委金明谦是认为讲，这对台积电在美国形成供应链的自路会有帮助。美国商务部最近总算宣布讲，若要伫美国设厂的半导体化学工具，也是其他的尖端厂商，对今年秋天开始，拢会使来申请补助。美国这样的决定，我觉得方向上是对的。那这样可以形成，在Arizona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聚落。对台湾厂商来讲，对美国、对全世界来讲，也算是一个好事。国发会主委金明谦指出，美国晶片法案补助方案会有利咱台积电伫美国形成供应链自路。不过有一间配合台积电要去美国设化品的供应商表示，伫美国建厂的成本是台湾的5-6倍，而且起造的设计、法规甲审查拢真严格。若毋是真正要替台积电，根本就无可能会趁钱。虽然这补助对晶片制造商甲尖端供应商是好消息，不过若以台积电伫美国投资的厂房做例，敢若是美国因本地合作的尖端供应商就超过250间，海外供应商阁超过800间，会当摕到美国偌济补助，这就拢爱详细来思量。补助金额如果不大，但申请的对象也多的话，那金额不大，那是不是呢无法 cover 我所产生的费用跟成本？就专家分析，若想要得到美国的补助，阁要先过美国国会审议。但是美国商务部敢会阁甲你要求提出供应链也是客户的名单，或者是提出超假的利润分配，这拢着要考虑。厂商就唔通收过乐观。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所有的国中各有部分小学拢有设 AED 这种急救的设备，也毋过宜兰县教师工会是质疑讲 ，AED 的电击大片佮电池拢爱定期替换，佮爱定期检验一届拢爱上1000块，日的费用是袂少，县政府拢无变维护费，所以一寡学校 AED 是无正常换过期的材料。县政府是回应表示讲，国中的 AED 维护费已经核准了，各式的部分目前爱个评估。请检查电极片。透开 AED 就发出语音，指导使用者安怎正确使用。宜兰县所有的国中甲部分国小拢设有 AED， 当紧急状况发生，就会当时提供援助。不过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发现，各校根本就无钱维护 AED。所以我们工会很希望县府能够编列相关的耗材营运管理的费用，让各校的 AED 都能够时时刻刻在该用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真正的功能。卫福部今年公告，全国国中以上学校应该设 AED， 宜兰县各级学校设 AED 的比率真悬，也毋过设备来源无同，家己买的关键也是总的拢有，除了安全费用，维护费也真惊人。像电击池顶负载，过期要换就爱上1000，当年检验费用阁较达到7000。实际来讲，校园会当发现部分学校 AED 负载已经过期，学校煞无钱换，严重影响 AED 的使用功能。那所以其实这部分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核准学校一些设置，甚至是维护管理的一个费用。县府讲，这个月已经核准县内各中设置加维护管理 AED 的费用，可少的部分县府当日掠算，有倒一寡学校有设 AED 后续监视核准相关的维护费用，也爱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有一个查某人伊收到一个感信讲，家己线上直播表演唱歌，一天会当赚900块。伊加入了后，又要求讲伊爱升级会员，前后一付41万，才发现讲这是诈骗。另外，伫台北市嘛有老大人哄骗投资零骨塔，诈骗的方法是800款哦，大家真正爱特别注意。因为介意唱歌，花莲这个查某人参加网络唱歌群组，内底有一个黄老师咧介意，讲只要若是付费升级，会当乘做会员，会当得到全套的唱歌的设备，逐日还佫会当有900块的打赏金通赚。伊花18万了，黄老师讲小号还佫要升级，双方约见面交23万，警方抓啦。我们警察是吗？什么事？警察啊？什么事情？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这查甫互掠的时阵，一直讲这是合法，不过警方调查，查某有的款项拢是用摕去买虚拟的货币。问了后，照刑法早起追移上花莲地检署侦办，让他可以成为伴唱歌手赚钱。那但是在这之前，需要先储值金额激活升级账户。那女子前后共交付了41万元。另外，台北市有一个老伙仔因吴姓诈骗集团零骨塔投资交90万块去买升级塔，为了后，嫌疑犯又搁爱伊交100万来办理土地捐赠，感觉无对，当紧报警。当获报后，将计就计，暗中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之张姓车手及一旁负责把风之张姓共犯，并持续溯源清查诈骗集团幕后成员。警方强调讲，诈骗集团的手法变化多端，通常拢是利用通讯软体来找被害人，建议讲民众会当伫通讯软体顶悬来找初世科技轰炸达人，并且加入好友。若是有接到不明的连结，就会当随来做确认。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大海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公布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比5月份升悬将近3.5，嘛是疫情发生以来上好的表现。也毋过学者嘛警告讲，目前台湾的经济状况嘛是出口较歹哦，出口阁有正大的挑战，恐惊要等到欧洲、美国降利息，出口的景气较好，咱台湾的经济才会真正恢复。国内消费信心慢慢回稳，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发布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总指数是66.66点。比国家增加2.99点，是疫情以来上大上升幅度。其中，1个月投资股市的时机增加上多，只是伫咧国际资金继续贴出的情形下，台股伫咧27是开价行价，盘中盘超过100点，指数盘破17000。股票投资时机呢？如果我们跟过去的资料来做比对的话，其实现在虽然它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它还是在低点。吴台林表示，这边消费者信心总指数虽然有明显的增加，但国家贵价资料比 CCI 总指数依然偏低，并且警告讲，这么台湾的经济依然是内烧外冷，出口依然是面临挑战。按算起到今年第4季才会小可较好。在我们台湾，出口在 GDP 的占比是接近70%，南海，它的出口在 GDP 的占比只有40%多，不到50%。那中国呢？它的出口在它 GDP 的占比连2%都不到。我们台湾就是我们的那个出口，它在 GDP 的占比实在太高。所以呢，它对我们的 GDP 的成长，它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制造业很惨，服务业往上冲，但是呢，缺人缺工，然后薪资往上增，那这些都是危机哈。吴台林认为，欧美通膨下降的幅度无大，下半年继续升息的机会也是真悬，而且中国核所的力量也无强，才等到欧美降息，出口好转了，台湾的经济才有机会反弹。因此，到下半年也是有正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电子病历虽然算是普遍哦，也毋过因为逐间病院的规格无同，无法度互通。成功病院甲台北市联医阳明院区合作推出一档整合的电子病历平台，互脑中风的病人到转院去区域病院复健治疗，随地当看到病人完整的病历。72岁陈女士当日拍拼做复健，以今年5月中旬，因为急性脑中风，送送到成功病院急诊，好在经过10关的治疗，病况稳定，搁转到北市联医阳明院区进行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简单讲叫做 PAC。迄当时，两间病院透过全台首创的上新电子病历交换平台，互接手的医疗团队事先了解病人的状况，提供病人上新适合的复健治疗。他连轮椅都快没办法坐，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积极的参加复健。然后锻炼他的腰力。北市联医表示，台湾电子病历虽然已经普及化，但不过各病院的资讯计设无同，造成病历真歹交换，就算是有健保云端系统，也只会当看到部分检查影像。阁毋是及时的，即马有这套上新电子病历交换平台，民众看医治疗会当无旁连接，毋免阁申请纸本病历甲影像公碟。他就可以直接在一个平台上面直接接说，我找到一个病人了，我一按就可以把病人资料通通打开来看，所以非常快速的，不需要任何的一个纸本。
北市联医强调，阳明园区设有专业复健治疗医疗团队甲设备，透过训练会当互受伤的神经重建回路。目前为医学中心全国阳明园区累计有900多例 PAC 个案。那帮助真侪病人重返职场甲社区生活，也会当疏解医学中心基层真歹找的塞车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罗西亚佣兵组织风波暂停解决了后，罗西亚总统普廷伫电视演说，伊指控叛军是想要扰乱国家，这是一定袂成功的。另外，瓦格纳集团的头人普里格金冒翕影片对外摆回讲，伊并无要推翻普廷的政权哦，也毋过伊目前人是伫对，嘛是无人知。俄罗斯总统普廷伫6个电视演讲是差一日嘛遭受兵变了第一遍公开谈话，国际媒体讲是受气的5分钟。普廷讲叛徒想要互俄罗斯毁掉生活，不过无讲出佣兵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金的名。Вооруженный мятеж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был бы подавлен. Погибли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е и мирные жители. Чтобы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проиграла Россия. Они потирали руки, мечтая взять реванш за свои неудачи на фронте и в ход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контрнаступления. Кто хочет, сможет уйти в Белоруссию. 伫咧同一天，普廷哥在这边出现伫咧电视，是甲国安高层开会简短片段。自兵变进程到发生期间，和普里格金几度变批评的国防部长邵伊古也伫咧其中。伫咧普廷电视演讲的前几点钟久，普里格金也放一段影片，是事件了第一遍公开讲话。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интриг, непродуманных решений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должно был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св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瓦格纳集团未来动向也无清楚。普里格金伫咧法庭了同意离开俄罗斯，即马唔知伫咧倒位。顶礼拜瓦格纳不满意的兄弟，和俄罗斯政府军倒弹射掉，就讲军队会向俄罗斯迄边过去。经过被俄罗斯局长协调了解除危机。纽约时报报道，普廷政权20多年来正少被质疑。经过这遍事件，伊掌权的力量开始出现问题。电视演讲敢若就是要展现团结甲稳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德国国防部昨宣布讲，准备要伫立陶宛派驻大约4000个兵哥，要来加强北约当兵的战力。立陶宛的总统瑙塞达是指出讲，这是为了要应应白罗斯接受罗西亚佣兵组织，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格金未来一定会分配愈侪资源予情报部门。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伫拜一时嘛明确表示讲，美国并无参加瓦格纳兵变的计划。嘛强调讲，西方国家甲北约甲即届的兵变无关系。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亚斯甲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最近访问立陶宛首都纽维尔斯，为后一场伫咧立陶宛办的北约峰会做准备。德国国防部也宣布，准备伫立陶宛驻一旅的部队，大约4000位士兵。That the deployment of the German brigade in Lithuania is a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y for Lithuania. We have allocated significant funds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nd working on creating excellent training conditions on the ground. 目前，立陶宛大约有800位德国的士兵永久驻守。伫咧白俄罗斯接受兵变的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格金了，北约就加强当兵的防线。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指出，将会分配更加侪资源予情报部门。针对最近的瓦格纳兵变事件，美国总统拜登伫咧白宫正明确地讲，美国甲这件代志无关系。We emphasize we gave Putin no excuse to blame this on the West or to blame this on NATO. We made clear that we were not involved. W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was part of a struggle within the Russian system. 即马要对瓦格纳兵变做结论，还阁尚早。西方各国保持充分的协调沟通正重要。拜登也继续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表达支持乌克兰国防、主权甲领土完整的立场。泽伦斯基伫咧视察顿涅茨克甲扎波罗热地区发表谈话时阵讲，前线即马向前杀的速度正顺利。Донеччина, Запоріжжя, наші воїни, наші передові позиції, напрямки активних дій на фронті. Сьогодні по всіх напрямках у наших воїнів було просування вперед, і це щасливий день. Я побажав хлопцям побільше таких днів. 泽伦斯基也讲，已经甲各界将领开会讨论乌军反攻的后一步行动。
也补充讲，会继续甲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盟友讨论军援计划，目标是让俄国所有的领土重新得到自由。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6月2日是国际反毒日，联合国发布2023年世界毒品报告，指出讲2021年全球有超过2亿9600万人使用毒品，比顶10档增加2成3。另外，伫缅甸毁掉一批价值超过4亿4600万美金的毒品，算是反毒的决心。伫泰国嘛推广一个戒毒的计划，宣导检验艾滋，甲对已经戒毒者的反歧视的运动。官员7月7日销毁价值超过4.46亿美金的毒品。联合国专家警告，缅甸的鸦片、海洛因加俗称冰毒的甲醛安非他命产量增加，出口可能扩大到南亚加东南亚。另外，2年外前军事政变了后，毒品产量也有增加。缅甸是毒品生产大国，主要甲数十年来武装冲突造成政治经济不安全有关系。其中，冰毒的制造甲出口是全球主要。鸦片加海洛因的制造只属阿富汗是全球第2大。We cooperate with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nd who actually are willing to do more to support the de facto authorities in drug rehabilitation. 6月2日是国际反毒日，联合国发布2023世界毒品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注毒品的人估计是1320万人，比进前估计的悬出18%，有超过2.96亿人使用毒品，比顶一个10年增加23%，药物滥用人数提升到3950万，比顶一个10年增加45%。农力向全球示警，非法毒品供应甲愈来愈事件的卖毒网络动力发展，造成全球规矩对卫生服务甲执法对策是重大挑战。不过，只有1%目毒的相关疾病患者接受药物治疗。伫泰国联合国毒品甲犯罪问题办公室所支持的一项计划上路的时阵，希望成效扩大。We would like to let our friend know by presenting from our react and our work to make sure that they know that they still have the choice. 这个组织希望防止食毒对健康甲社会造成影响，提供包括检讨方案、艾滋检测甲预防的宣导。另外，有对戒毒成功的人提供保护甲推行反歧视运动。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过来消息来看，这个5日连假去高雄寿山，还有寿山动物园的游客，还有车后真多。警方伫礼拜嘛去取缔噪音真大，个驾车的违规改装车，有民众翘高链骑重型机车后，警方一个下晡就开出20张的罚单咯。两市万寿山桥往来车辆袂少，骑伫咧内侧车道的重机骑士向甲车翘高链，警方调监时期发现伊有2届甲前链压起来的方式来骑车，要求伊到案说明。车主到所说明称，当天因心情不好，才会骑车外出散心，并以翘高链方式宣泄情绪。万寿山桥是通往寿山甲寿山动物园的主要道路，临近道路嘛有将近90度的化车弯。当地居民讲，无警察的时阵，就常常看到改装车伫咧遮飙车，嘛常常听到改装车的声音。这个肉粽一个连假，甚至出现一个下晡就互推20张罚单的状况。就是常常会有飙车组队啊，就是都改装车的那一种啊。是听到什么声音呢？就很那个单够很大声的那种声音。就可能摔车雷惨吧，就是会直接脚会破皮虫，或者是整个人飞出去，就比较危险。警方表示，25号取缔迄天一下晡就开20张的罚单，另外还有16件的车辆有可能有改装出现噪音的状况，会请环保局来采取，下晡定期甲相关单位来联合稽查，嘛提醒民众若有飙车也是违规驾驶，有可能以公共危险罪来上班，也是按照着相关的法则来开罚6000块到36000块，该车嘛有可能有上悬1800块的罚金，民众千万唔通以身来试法。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野生的桃园高山仔数量一直在增加，高山仔为了要找食食，嘛发生过车路或者搞事意外。有统计嘛显示讲，最近5档全台湾一档大概拢有30多只高山仔互搞死。第5日连假，大档的东河都有一只4只高山仔互车弄着送去治疗。
这架细只的台湾高山仔伫东河乡的省道公路起互汽车弄着伤，后壁车辆停落来，民众赶紧将拍着惊的高山仔送到台东县政府请保育员，转送至上野湾救伤中心治疗。前面的猴子已经过了，然后妈妈就是他们这一对，妈妈跟小猴子就来不及就撞飞。台东县东河乡高山仔数量估计有3700只，其实拢有民众伫金樽路段看到高山仔互来往的车辆弄着。落雪社也统计最近5年，全国平均每一年发生高山仔互落雪的事件有30多件，比过去一年平均10多件的记录悬。落雪社观察，高山仔互落雪可能是风气关系啊，佮加上高山仔族群为着找食，规定过大路也较会去互弄着。放过2次。有的是受伤，有的是当场死亡。这个喂食为什么会产生问题呢？第一个就是你在喂食的过程当中，会导致这些猕猴它对车辆跟人员失去警戒性。它看到人员跟车辆来的时候，它会把它跟食物画上等号。落雪社呼吁，后路旅游大过比较啊。公路车辆多，除了请驾驶人开车适宜通过高山仔出入的地区，也呼吁民众唔通过骑高山仔，避免因一无细致就去去车路。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交通局的公车智慧型站牌会当提供公车的动态资讯，也毋过这款新的站牌比例无够2成，大部分拢阁是传统的站牌。市政府就讲，因为钱无够，无法度全面换新，建议民众会当使用 App 还是扫描站牌的 QR code， 也毋过这对老大人来讲有较困难。台中市27号早起高温来到33度，到东兴市场买物件的民众，看到大包小包伫咧路边等公车，但是因为当地是传统的公车站牌，唔知影公车到底是当时会来，大概是等甲寒插插滴，希望会当装到站显示的智慧型站牌。我当然无爱装。为啥讲？你只有通看时间，看几号几分钟来。哎呀。啊，你敢会晓用手机？无咧用手机啊，所以搁较需要。啊，老岁仔人若有聊用手机看公车的时间啦，吼，较会当安尼看。台中现有6892位公车交付站，目前敢若有1322座有智慧型的站牌，比率占19%。民众虽然会使用手机 App 查询公车预定到站的时间，但是老大人除了有数位落差的问题，就算讲会晓用，也是认为无方便。交通局是强调，智慧型的站牌平均一座就要开10万块，受限经费的问题，无法度全面来设置。目前除了 App 也伫咧站牌来打 QR code， 互民众扫描，就会当来取得到站的信息。铺挂的那个跑马灯那一种形式哈，目前大概一座是5.5万左右，太阳能板用节能式的哈，这种大概要花到15万到16万啊。那我们大概考量到每年预算它有不同的用途，那我们还是每年都跟市政府积极争取。就是你还要翻手机出来查啊，到站显示的话，你不用拿手机，你直接看你的班车大概几点几分会到啊，那个还是比较方便啊。民众认为升级公车站的设备会当提高坐大众运输的意愿，市府是讲会积极来向中央来争取补助，以每年装150座智慧型站牌的速度持续来翻新。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云林北港的北成国小日本时代校长宿舍，已经历做是云林县的历史建筑，也毋过爬远超过20栋，常常风弹本色，环境是真歹。学校最近争取到经费来摒扫附近的环境哦，希望讲相关的单位会当来翻修活化这历史建筑。兴建在西元1941年左右的北成国小宿舍群，完整保存历史无阻的校长宿舍。2010年被定落为县定的历史建筑，但已经闲置超过20年无人住。周边被民众乱撇粪扫变为真垃圾的点，后来经校方争取经费做环境的维护。教育处国教科给我们一笔经费，做一个外部大幅度的一个树木的修剪，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校长宿舍的风貌。我想目前所遇到困境是，它已经列为历史建案，那整个都依照古迹法的一个相当的保存的办法来做一个修缮啊，我们也会循着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做继续这样的一个回复。校方表示，这栋校长的宿舍经过侪位台湾和日本的校长来住，最后住咧这栋宿舍的苏金莲校长退休搬离后，已经闲置20多年。近期发现厝顶有一位破坑，恐惊予规栋搬去，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想办法来整修活化。
屋顶有部分被压到，就是压损，所以呢，近期我们会尽快安排现勘，然后针对屋顶的部分做一个加固的动作。那同时呢，就是云林县政府也会依据校方的需求，未来在修复再利用的部分，可能针对作为一个艺文空间。文管处就讲，宿舍群会当见证北港教育体系变化和热情，而且各项空间的配置是依照日治时期的官舍建造，现在已经真少看。现在校方将延年修复计划，由文管处来协助争取经费活化，规划成校史馆还是艺文重要空间。记者为你报道。桃园航空城计划区内有3个聚落，防卫做保留区。也毋过最近这区的民众定情抗议，办公会当重新申請，那离区段停收。因表示讲，因是真烦恼，讲未来住伫飞机噪音真大的第3跑道的附近。也毋过，嘛是有部分的民众共款讲，望讲原地保留。孟母要3000，我们要3000。航空城区发生争议，27日早起，桃园地园区海口里的东龙开发社区加公民贵餐厅3个聚落爆发为居民，伫航空城服务中心大礼堂头前定情抗议，古早做当地保留好，要求纳入区段征收的范围内，希望民航局重视机场园区内面有明体的恐怖攻击飞机，被包围在机场当中。而且在里面的生活是非常不便，而且是将来是会有了一些灰安的问题的甚至于噪音的影响。因为民宅的防护并不像政府单位这么严谨，所以它很容易就可以潜入，直接搭着上梯就在顶楼发射监射飞弹，就很容易执行这恐攻的任务。这是征收的居民讲。东龙客运社区顶3个聚落200多户，要加700位居民，以后会住伫咧机场第3跑道加8跑道2条跑道之间，附近的学校、加油站、公车总站拢会迁走。若无生活机能，飞机搁吵，担心将这边缘化触顶公民。因讲要居民有愿希望会当原地保留。我希望政府说得到做得到，要走的人走，要留的人留，而不是让这些居民一直在对立当中。座谈会的一些记录呢，我们未来呢会呈报内政部都委会，作为未来审议的一个参照。面对土地征收者败诉，航空城区拄到征收的问题，民航局表示，透过座谈会就是要让地主发表意见，听因的声音，会将资料送交予都委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第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博胜区的比赛，摕到2块铜牌。针对杭州亚运有4个女子的选手取得参赛资格，也毋过查甫选手只有赖子允一个人。赖子允嘛望讲会当有好成绩，上好是当摕到巴黎奥运的参赛资格。国训中心媒体日真侪记者互赖子允淡薄仔紧张，差一点就要返乡接受访问。伊是2016里约奥运就替台湾摕到过20年男子博胜区的奥运门票，但是了后国际比赛煞一直输，有真长的期间是真懊恼。除了接受心理师专业辅导，看到英勇伟伫咧东京奥运的表现，嘛受到鼓舞。看着他那么努力，然后自己也会有一股冲劲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有被影响到。调整心态，回去比赛。赖子允伫2022亚锦赛摕到铜牌，是台湾男子博胜区11年来伫亚锦赛上好的成绩。教练罗尚彻想到伫这进前，差不多每一届甲子允出国比赛，家己拢有亲人过身，目眶红红。所有的运动项目只有拳击是流血还要往前的。对，用这种精神来跟他分享。他们几乎15年进来，我跟他们说，10年磨一剑。明年刚好第10年。赖子允讲，教练是给伊真大的动力。就算男子博胜区伫咧亚洲竞争真激烈、真困难、真辛苦，也是爱打拼来训练。你努力下去的话，或者是像我这样子，你就会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目标拿金牌啊，对吧？然后拿到奥运资格。以亚运的金牌做目标，进一步摕到巴黎奥运的门票。赖子允希望的是，毋但家己有更较侪台湾的男子选手有机会行去亚运的舞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松山的洪天宫甲故宫博物院合作推出对皇帝去旅游的展览幕，民众会当透过虚拟实境的设计，体验古早皇帝是安怎拍蜡，佮真趣味，咱做伙来看卖。
让我们踏上冒险的旅程吧！实际体验 VR 来看17世纪的传教士南怀仁送互空气的世界地图。台北上山洪天宫和故宫博物院合作，伫洪天宫举办所谓展览，主题是对皇帝去旅游。这个 VR 的这个目镜就是讲来宾来戴上这个 VR 眼镜了后，你会使看到当初南怀仁伊画这张图是虾米款的心情，甲伊画这个原因是虾米？然后 VR 也有爱对机器做动作，体验关系组是安怎拍落，或者是夹入去画内底欣赏风景。这摆总共4个展区，每一个拢展出经典的文物。阮这边是用叫做甲皇帝去旅行，古早皇帝伊拢差不多拢是用看这个宫内底这个山水画。也是讲由外派一寡官员去写因去这个外地啊看到的这个较特殊的风光，爱用文字爱甲记载落来。我上介意这也因为伊真水，而且伊会使为原本的画作，然后变做会叮当，囡仔会看到会感觉足介意足欢喜安尼。为着互民众更加亲近古文物，故宫参上山洪天宫推出古文物的所谓展，嘛是因第6摆的合作。展期到11月，免费参观，互民众会使做伙和皇帝旅游，体验无同的展览。记者柯嘉选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来看新北市文化局最近举办校园小文组的活动，今仔日到苗栗的南河国小北馆8音班的学生囡仔来到新北市的淡水南北县参观哦，望讲亲自来了解北馆文化，进行文化体验。北馆响亮开鼓的声音，苗栗南河国小北馆8音班的学生专工为苗栗去新北市淡水参加校园红文组的活动。要让学生了解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这群学生今仔日去淡水在地真出名的淡水南北院参观，认捌北馆音乐。这届是咱文化局头一届尝试安尼，八个县市的小朋友安尼来做一个交流，会使学到咱北馆的这文化的传统的文化呢。北馆的迄公车铺这较重点啦，就是古界这嘛是较重点，但是嘛是会介绍一寡咱南北的历史，个咱南北后壁这形象的部分。淡水南北院的艺员占兴典，除了带学生囡仔了解南北院100年发展的历史，体验演奏北管乐器，学看北管音乐独有的公车谱，也有教学生大身安行路会开线的脚步手路。这学生除了真专心，哪听哪学，嘛分享来这参观，感觉上趣味的部分。就他来介绍那个七爷八爷，还有田都元帅那些的，在那边煽风点火，煽风点火，煽风擦。除了来参观淡水南北院，所来这学生囡仔嘛会去淡水参观文化景点，包括淡水4大庙之一的祖师庙、市定古迹、淡水龙山寺等等。目前文化资产的保存是重要的课题，希望透过现地教学的方式，让学生有实际文化体验，认捌文化资产的多元甲传承。记者邱丹妮、张学水新北报道。来看咱国内真出名的作曲家彭文山哦，最近伫台南甲台南一间艺廊，甲艺术家合作改写的歌曲变作是飞亚等立体艺术作品。彭文山将出名的歌《青花飞》创作变作是飞亚，是生着什么款哦？咱做伙来看卖。这身飞亚做的红仔是粗胚，无特别染色，就亲像流行歌曲《青花瓷》内底描写的，是女性拄则抹粉的面容。参加这摆游戏艺术展览的作曲家彭文山讲，甲听觉变做视觉，真心色。跟绝人合作的青花瓷啊，变成个潮流公仔，它就立体了嘛。然后立体的话，你就可以触摸嘛，它有个立体的空间嘛。那跟听觉不一样，就把听觉变成视觉。对，大概是这样子，那就觉得这样子创作的话蛮有趣的啦，就是让歌词有另外一种生命。为着传达艺术家拢是囡仔这个观念，无拉多元艺术空间举办游戏艺术的展览，邀请国内外3位无同领域的艺术家，用多元材料去重新演绎家己的作品。除了歌曲以外，也甲图变做雕像，互人看到趣味的生活。
我们艺术起源有一个是游戏论，就是从游戏去延展出艺术的这个论点。那我是觉得它是蛮符合这个状态的，就是把完全不同创作类型的3位创作者用这个去连接在一起，这样。游戏艺术展，让观众伫欣赏艺术作品的时，看到多元的展现方式，感受佚佗的气氛。展览一直到7月23。记者综合报道。高龄化社会社区为着要陪伴时代，出头嘛是真多。咱来看台南山上区农会甲卫生所办一个保养卫装的活动，请专业的美容师来帮时代上课。毋但帮讲时代逐工拢会当增加水水，透过保养卫装嘛来训练因的肌肉甲认知能力。化妆师当得一步一步教社区的时代安怎保养皮肤，这是台南的山上区农会和卫生所做伙办的活动，希望讲透过伪装甲保养来提升时代的自信。然后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活动，让他们说，今天就顾不伪装啊，希望说他们能够很开开心心的，然后画出很漂亮，今天回去让老公看到，哇，我老婆怎么这么的美啊！看起来简单佮普通的保养过程，其实也当看作是特质的复健。透过化妆的疗法，甲每一步保养化妆的顺序记好条，唔但会当有风湿地症，佮会当训练时代肌肉和认知的能力。咱100个老人吼，佮有15个人会容易来退化，所以讲咱今日吼，我来办这个化妆疗法，希望讲咱把这个化妆啊、保养啊，带入咱的生活习惯内底，慢慢会当刺激咱的精细动作，活化咱的脑力，会当减缓咱老化这个进度安尼。为着要甲家己装好水水，每一位时代拢真认真地保养。山上农会和卫生所联合办的这个活动，是希望透过每一日小小的动作，去培养时代活动机体的习惯，来预防记忆退化，也会当愈保养愈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球第一只商业用的自动驾驶的渡船，伫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首航。透过自动驾驶的计算每一帮渡船拢调整出上好的速度，船帮嘛真济4分钟到一帮。瑞典是全世界第一个使用自动驾驶渡船，作为城市甲小岛之间来回国家，为海上永续发展铺路。渡船顶头装有特殊的仪器加电脑设备，若是头前有船突然间改变方向，或者是有水大船向洋走出，免讲一秒钟就当侦测到，赶紧闪开。For everything that you see in a normal commuter ferry or even some private boats, we got the AIS, the usual radar and all that stuff, right? But beyond that, we also got some extra cameras and radar systems as well as ultrasound systems. And these all work together, basically send the data into a computer where we compute everything, identify every possible target, and then from over time we study them and see which way they are going. 自动驾驶渡船公司讲，因最终的目标是无需要船长辅助监看，互船家己做所有决定。制造这台10公尺长的渡船要160万美金，代表4900万，上最当载30位人客，每一张票3块美金，92块台票。Okay, so basically what the autonomy allows us to do is to have more smaller ferries that are able to traffic a lot tighter time schedules whilst not taking as much people as a bigger ferry. So basically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we can have the same capacity, but instead of going once an hour, we can go once every 4 minutes. 公共研究，自动驾驶会当互交通工具保持上好的速度，避免行累停累较省油。渡船公司希望用这种优势，鼓励瑞典当地人出门尽量莫家己开车，同时也扩大航线，将船帮增加到国外线。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
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